每一天，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1。那封书1章7节安尼讲：上主至善，伫患难的日，伊是避难所。伊照顾所有倚靠伊的人。三角来祈祷，伫患难的日，做阮避难所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对日出到日落，对古早到现在，对永远到永远，永无改变的至高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然安尼顾念阮，你将阮安置伫万有的中间，佮将阮看作尊贵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尊贵，你荣耀超过万项有。主啊，伫患难的日，你无放杀阮，反倒当用你大能的手来扶持阮，互阮的心里通得安稳自在。主啊，独独你是阮的倚靠甲帮赞，因为你是阮坚固的石盘。上主至善，伫患难的日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照顾所有倚靠你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